大家好啊！歡迎大家收睇 YouOnline 全新一個系列嘅節目《適者生存》啊！阿 Sam 想喺節目裏面將我而家做商業一啲嘅經驗咧，同大家一齊分享下啦。希望我了解咗個人一啲嘅理念，希望能夠可以俾大家有一啲啟發性嘅嘢啦。今日所講嘅嘢就係關於香港嘅商業模式。香港以往係做咩？地產啦、金融啦、旅遊業啦，產生咗好多啲即係買屋啊、買股票啊，有旅遊嚟到又會做咗好多飲食業啊，或者話做 trading 啊，同埋因為香港嘅稅制好，但係2025年大家覺得點呢？我哋嘅股票 OK。仲係可以嘅，但係已經睇到大部分已經唔係中國嘅成分股啦，係嘛？另外一樣嘢，地產即係我唔使解釋啦，大家都知咩事發生啦，係嘛？咁旅遊業啦，又係改變咗，改變到點啊？而家多唔多人？你而家星期六、星期日點啊？而家聽講星期六、星期日係大部分人離開香港，入嚟香港係真係唔多人。同埋你見到而家好多啲鋪頭都執笠啊，飲食又執笠啊，咁大家睇到呢個形勢，知道咩事發生啦。咁我哋係咪應該再跟隨呢個模式啊？繼續做炒樓啊，繼續去炒股票啊，或者做貿易啊，或者再做旅遊業啊，做飲食啊。大家睇到呢啲情況之下，我哋知道我哋要揾翻個空間。香港有咩好？地少人多，係嘛？人多嘅時候有咩可以產生呢？服務咯。大家可以諗下香港嘅形勢，而家嘅情況之下，你開一啲好貴嘅嘢，例如你開個鋪頭，冇乜可能。而家你租金太貴，你請人翻嚟公司做嘢得唔得？唔得。而家你就算我哋嘅 transportation fee 都好貴，做 promotion 唔平㗎。而家你去YouTube 你買廣告，或者而家都改咗好多啦，用 KOL 啊，電視台仲唔使諗啦，佢就算減嘅價你都唔會幫襯啦。香港嘅商業模式已經慢慢喺度改變咗，你見到好多人被淘汰，要點做啊？要做一啲新嘅嘢咯，要做啲創意嘅嘢咯。有咩係冇呢？或者有啲係已經有而慢慢冇咗，但係咪有啲人有需要翻呢？嗱，我覺得服務行業喺香港嚟講，特別係一個咁貴嘅地方，係最值錢，因為人係最貴。你做服務，好似我買個產品俾你，幾多錢咪幾多錢咯。而家內卷搞到你啲價錢已經平得好緊要啦，但係個問題調翻轉頭，服務唔同啦。所以我見到好多人做個喺香港做一個商業模式，就係慢慢將人減細，將個服務 level 減低。其實做生意嚟講，啱啱俾我諗法係相反。調翻轉頭，我寧願請多啲人，俾多啲服務。而你覺得同佢對手有分別嘅時候，我寧願咁樣嚟將你嘅 value 抌落去你個服務嘅價錢喺成個 payment 裏面。即係話咧，我俾100蚊裏面，以往我哋慢慢做下做下咧，就99蚊都係產品，而1% 係服務。但係調翻轉頭，我諗嘅就係，不如將個服務慢慢增加，由20%增加到30%，去到40%，去到50%，慢慢有可能去到嘅產品係去到3-4成，反而服務去到7成。我哋要出嚟消費買嘢，唔係 online 見買冇人啊。其實香港要爭取做咩呢？多啲服務嘅環境。YouOnline 係一個好平台，俾大家可以將服務擺得 more prominent， 即係佔咗你成個 payment 嘅大部分嘅嘢。呢個好緊要。如果我哋向住呢個危機，向住呢個模式嚟做呢，就減少咗而家 AI 或者 robot 嚟取替人類嗰個問題。所以你要適應生存嘅時候，你做產品服務，唔該諗多少少關於服務嘅嘢喺你嘅產品當中。
嗱，今日時間差唔多啦。如果大家對以下嘅嘢有什麼嘅疑問啊、意見啊，send 過嚟 info@youonline.com。時間差唔多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